你可以將肝臟想成身體入面嘅膽固醇工廠同膽固醇過濾器。如果你呢個工廠被過度使用或者受損，膽固醇數字就會失控。就算你飲食唔算太差，都可能咁樣。今段影片我會同你分享3個重點：肝膽同膽固醇之間有幾深層嘅關係？點解喺開始食膽固醇藥 statin 之前，或者同時間要先檢查同支援肝臟健康？一啲實際嘅方法幫你強化同保護肝臟，令佢可以自然咁幫你降低膽固醇。首先，我哋要搞清楚肝臟其實點樣處理膽固醇。大約7至8成嘅膽固醇係由肝臟透過一種嘅酵素去製造，呢個就係 statin 藥物所針對嘅同一個酵素，所以身體自己製造嘅膽固醇好多時比你食入去嘅更重要。肝臟會將脂肪同膽固醇包裝成脂蛋白，好似 VLDL、LDL 送去唔同嘅細胞使用，然之後再用 HDL 將多餘嘅膽固醇帶返肝臟做回收或者係排走。當肝臟健康嘅時候，呢個交通系統係運作得幾暢順嘅。要將膽固醇排出體外，肝臟會將佢轉化成膽汁酸，再經膽汁送入腸道，最後隨住排泄物排走。所以腸道蠕動暢順，排便有規律，對維持膽固醇平衡都好重要。咁如果肝臟出現問題會點呢？當肝臟入面積聚太多脂肪，就會形成咗非酒精性脂肪肝。呢個時候，肝臟處理膽固醇嘅能力就會失衡。常見嘅模式包括咗三酸甘油脂偏高、HDL 偏低，更多體積較細、密度較高嘅 LDL 顆粒。呢類型特別容易傷血管。脂肪肝會令血脂數值越嚟越差，而血脂越差又會將更多脂肪送返入去肝臟。所以如果淨係處理膽固醇而唔理肝臟嘅健康，你就好似不停咁抹地，但水龍頭仲繼續照開。statin 呢類降膽固醇藥物其實係好強，而且對好多人嚟講可以拯救生命，因為佢哋能夠明顯咁降低 LDL 膽固醇，減少血管疾病風險。佢主要係透過阻截嘅特定酵素減少肝臟製造膽固醇，同時令到肝臟增加 LDL 嘅受體，從而將更多 LDL 由血液道清走。不過因為佢係肝臟入面發揮作用，所以我哋要理解佢對肝臟本身可能帶嚟嘅影響。好多人食咗 statin 之後會覺得肌肉痠痛、疲倦、腸胃唔舒服或者血糖微升。女性報告肌肉痠痛嘅情況通常多過男性，部分原因係因為體型較小，藥物代謝方式有差異。肝酵素改變 statin 可以導致肝酵素，例如 ALT、AST 輕微，通常係暫時性嘅升高，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幅度唔大，而且可以逆轉。但有少數嘅個案可能會出現臨床上比較嚴重嘅肝損傷。好罕見嘅情況包括咗嚴重肌肉分解、橫紋肌溶解症同明顯肝損傷。如果出現極度無力、尿液嘅顏色好深、皮膚或者眼白發黃，就需要盡快求醫啦。咁開始食 statin 之前，呢啲代表咩意思呢？一，可以同醫生要求檢查肝酵素 ALT、AST、GGT， 睇下有冇脂肪肝或者其他肝臟疾病嘅跡象。如果膽固醇偏高，同時肝酵素都偏高，優先改善肝臟健康，往往可以雙線受益。第二，對於 LDL 非常高或者已經有心血管疾病嘅人士 ，statin 帶嚟保護作用，一般遠遠大過佢嘅副作用同風險。不過，就算需要食藥，同步保護肝臟，仍然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
第三，大部分輕微肝酵素上升並唔代表一定要立刻停藥，而係要定期監察，有需要時調整劑量，緊密同醫生配合係非常重要嘅。重點信息係 statin 可以非常有用，但係透過肝臟嚟發揮作用，所以保護肝臟係善用呢類藥物嘅重要一部分。而家嚟到實際部分，無論你有冇食 statin， 你都可以幫自己嘅肝臟令佢更好處理膽固醇。我哋由5個支柱去睇，可溶性纖維可以喺腸道入面黏住膽汁酸，將佢一齊排出體外，迫使肝臟要由血液再抽取更多嘅 LDL 去製造新膽汁。好嘅來源包括咗燕麥、大麥、豆類、小扁豆、蘋果、各種草莓類。飽和脂肪同反式脂肪來自肥美嘅紅肉、牛油同好多加工食物，會促進脂肪喺細胞入面堆積，亦會推高 LDL。用初榨嘅橄欖油、堅果、種子同含有 Omega 3嘅魚類，例如三文魚、沙甸魚去代替，可以減少脂肪肝，改善血脂數值。好多研究都指出，地中海型飲食，蔬菜水果多，全穀類、豆類、堅果、橄欖油為主，少紅肉同加工食物，對肝臟同膽固醇都有好處。高糖玉米糖漿同各種糖分好重嘅飲品，幾乎係直接送去肝臟，迅速轉成肝脂肪同三酸甘油脂。減少呢啲嘅攝取，往往可以好快見到肝酵素同三酸甘油脂嘅改善。酒精係對肝細胞好大壓力嘅物質，減少甚至停止飲酒，可以令到肝臟重新集中喺解毒同膽固醇過濾呢兩個主要功能。每星期大概150分鐘嘅中強度帶氧運動，例如急步行、踩單車、游水，可以提升 HDL， 好好幫手清除肝臟入面嘅脂肪。加埋重力或者阻力運動，可以改善胰島素敏感度，減低肝臟過度製造膽固醇同三酸甘油脂嘅傾向。對於有超重或者脂肪肝嘅人士，減去大概5至10% 體重，往往已經足以明顯咁減少脂肪肝，改善血脂。有啲食物同草本植物喺研究或者傳統治療入面都被認為對肝臟同膽固醇代謝有幫助。例如綠茶含有大量嘅兒茶素，可以幫助減少脂肪肝，輕微降低 LDL。薑黃或者薑黃素支援抗發炎嘅路徑，可以幫助改善脂質代謝。蒜頭可以輕微減少膽固醇合成，保護肝細胞免受氧化壓力。Milk thistle 傳統上係用嚟支援肝臟解毒能力同抵抗損傷，呢應該視為輔助工具，而唔係代替醫療治療。特別係你已經食緊 statin 或者用緊其他藥物嘅時候，更加需要同醫生或者專業人士傾一傾。由中醫角度嚟睇，肝經係每日凌晨1點至3點最為活躍，呢段時間被認為係深層解毒、濾血同情緒處理嘅黃金時段。如果可以喺大概晚上11點前入睡，更容易喺呢個時間進入深層嘅睡眠。現代研究同中醫理論都一致認為，呢段時間肝臟再生同新陳代謝清理較為活躍。好多中醫認為，如果你經常喺凌晨1至3點醒，可能係肝氣結鬱嘅徵兆，同壓力過大、臨瞓前食得太飽或者飲酒有關。其實我之前嘅影片都提過好多類似嘅方法，呢啲天然嘅療法係幾全面，唔係只係針對一個問題，而係幫你身體整體咁回復平衡，走返去健康狀態。另外都有研究指出，一啲精油，例如 ledum、檸檬、芫茜同芹菜籽油，
可能有保護肝臟嘅特性，可以作輔助支援。不過使用呢啲精油時一定要好謹慎，最好喺專業人士指導下進行，特別係你已經食緊好似 statin 呢類藥物嘅時候。咁今後你應該點樣睇膽固醇同 statin 呢啲藥呢？將高膽固醇視為可能係肝臟受壓或者失衡嘅一個信號，特別係當肝酵素同時喺唔正常嘅時候。喺開始或者已經食緊 statin 嘅同時，問一問自己，我嘅肝臟而家嘅狀態係點呢？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去支援佢呢？善用生活方式，包括飲食、活動、減少毒素、針對性嘅天然支援同健康睡眠模式，去幫助肝臟減壓，改善佢處理膽固醇嘅能力。對某啲人嚟講 statin 仍然係有需要同好明顯嘅好處，對另外一啲人嚟講，改善肝臟同代謝健康可能可以減少或者延緩用藥嘅需要。但無論你屬於邊一類，一個強壯、獲得足夠支援嘅肝臟，永遠係你控制膽固醇同保護心臟嘅重要拍檔。如果你係因為自己而家膽固醇偏高而睇緊呢條片，不妨同醫生傾一傾，要求同時檢查肝功能同血脂，然後一齊制定一個同時照顧到肝同膽固醇嘅整全計劃。我會喺呢條片下面加返一個連結，介紹一啲你可以用 iHerb 買到嘅補充品，並且提供一個優惠折扣碼俾你使用。如果你仲有啲咩問題，喺留言下邊話俾我知啊！如果你中意我呢條片嘅，請俾個 like、subscribe 同 share 俾你嘅朋友。下條片再見，拜拜。